澳洲0-0巴拉圭，日本1-1瑞典，仲有奧地利3-3阿爾及利亞。今年嘅世界盃又多人討論翻默契波。每一次世界盃嘅改制都會惹來唔同嘅爭議，包括呢幾日大家耳熟能詳嘅希韓之恥。今日就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希韓之恥呢一場默契波嘅祖師爺。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類型嘅考古題材，歡迎俾個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，多謝。1982年世界盃嘅參賽隊伍由16隊加到24隊，都係離唔開呢一個原因嘅啫。搵食啫。咁24隊佢哋點樣分組呢？當年嘅世界盃係好興玩2輪嘅小組賽嘅，24支嘅球隊被分為6個小組，咁每組就有4隊啦。4隊裏面就進行一個單循環嘅賽制，呢一方面就同而家嘅世界盃係有啲接近，但當時贏係得2分，和就一樣係1分嘅。咁每一個組別裏邊就出2隊，總共就剩低12隊。咁剩低呢12隊點踢呢？就要講到第2輪嘅分組賽啦。第2輪嘅小組賽就會將剩低呢12隊分做4組，每組3隊。每一個小組裏邊一定要同時有上一輪嘅小組第1同埋小組第2。換言之，係唔會出現3個小組第1同埋3個小組第2分埋同一組。喺呢一輪小組賽裏邊，每一組出1隊去踢4強。4強打後個賽制都冇咩分別，咁我就唔特別講啦。聽到呢度，我諗大家都暫時仲未聯想到呢個賽制究竟關希韓之恥咩事？冇錯，賽制嚟講呢，其實係冇咩漏洞嘅，但係個問題就出在個開波時間。而家每一個小組嘅最後一輪，每場波都係同時間開波，但係1982年係冇呢支歌仔唱嘅。小組裏邊最後一輪嘅比賽係會分2日踢。聰明嘅你可能喺呢一刻已經知道有咩問題。等我哋翻返去今次嘅受害者阿爾及利亞個小組度睇。而家呢張圖顯示嘅畫面係剩低德國對奧地利呢場波未踢，其他已經踢晒啦。如果大家想嘅話，可以撳個暫停，自己諗下有啲咩問題。只要德國喺最尾一場贏奧地利2球或者以內，咁奧地利同埋德國就可以以較佳嘅得失球差壓過阿爾及利亞，攜手晉級到下一輪嘅小組賽。當出貓係冇代價嘅話，唔出貓嗰個先係戇居啊！結果德國喺開波後10分鐘攻入咗1球之後，成場波剩低嗰80分鐘淪為垃圾時間。成場波就好似呢個畫面咁，你傳俾我，我傳俾你，大家都喺度行行企企。你睇下呢球，推個波去你面前，德國隊咁都搶唔到。就係咁，1-0呢個比分令到呢場波陷入一個恐怖平衡底下，大家都唔敢入多1球，搞串個 party。真係睇呢場波剪精華嗰個朋友慘。除咗阿爾及利亞之外，仲有另一班受害者，就係入場睇波嘅球迷啦。成個手斷埋，睇下邊個慘啊！你真係玩到咁盡啊！呢啲咁嘅西波貼錢俾我都唔睇啦。莫講話班球迷仲要真金白銀咁樣俾錢入嚟睇。最慘係咩啊？最慘就係阿爾及利亞班球迷啊！邊個救我慘啊？佢哋喺現場揮住啲銀紙，大大聲屌柒呢場假波。就係呢一場波，令到國際足協更改賽制，以後每個小組嘅最後一輪必須同期開波。大家覺得呢個默契波應唔應該被處罰？歡迎喺留言提出你嘅講法。我之後都會做一啲影片去講以前荒謬嘅賽制，歡迎大家撳定 subscribe。我叫做牛大力，多謝收睇。